亭在评弹界曾有过开篇大王的美称，既然被称为王，自然有其过人之处，即他唱开篇不仅数量多，而且花样多。所谓花样多，就是他能够熟练地用各种流派唱开篇，能唱什锦开篇。就是凭借着这个什锦开篇，不少观众记住了邢瑞亭。也就是因为这个什锦开篇，让邢瑞亭在评弹界赢得了开篇大王的称号。那么讲演出情况，搿是各地侪来听下去，出自大个班人呢，搬来去，甚至于在北京，也有诗人与人家听得起唱，也北京的4个月，那么本来还要外流我唱下去了，我想不来的，天气也冷的，因为去个辰光是蛮热了，4个就下来，天不对了，也冷了。也拿起衣裳来不便当的，那么就回到上海嘛，电台上也听下去，唱一个特别节目，一个个人的特别节目，也唱6个钟头。那么当中啊里有光感，有4-5个人搞光感，人类刚刚嘛，不觉得吃力。到12点钟了，6点到12点6个钟头。还是那个听众的电话不断点唱开篇啊，也点一段诗啊，可以唱很多听，都搞2个钟头，唱到不钟头，唱到2点钟，然后才结束。那么自家认为这个平台的名气是蛮严重的，这个。业务浪向波及对观众有受欢迎，那么自家心里也高兴，听众也欢喜，这样观众欢迎。那么我呢，天赋好，吃烂喉咙就刮烂了，能高能低，能长能短，各方面这个代唱方面比起来是少种，顶少种的代唱，比之失学位啊解决。因为往往有一种私人来唱这个平台的调调配上去，这个配得拢。那么那个张天妹要紧的要唱的，那么来他唱美调的。唱语调嘞，唱3喉咙的调头，配不拢。我觉得你配不拢。那老先生出现在讲唱，但是你不能让研究这个调头的唱法，所以个唱呢有多种多样。那么我到喉咙好呢，各种调头侪好唱，所以一直开篇出名。人家像开篇大王，那谁会唱嘛？那个大王，给杨夫人的关杨夫人的，不讲大王谁也唱，所以是真开篇嘛，这个郎相出名。俗话说：“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”任何一门艺术，任何一位演员，要想获得成功，必须付出汗水和努力。谈起自己的从艺经历，邢瑞亭的话还是一如既往的简练，没有过多的言辞，但是就在这寥寥数语之间，让你我领略到了老艺术家背后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。唱平台最松散的，松散刚刚学生有，后来1年功夫嘛。刚刚会出道10的了，先生他活得来有3项就是要注意看10学代唱的，因为搿里向一个角色
大同年的做主赛三个角色是主要的。那么呢，实场呢就11拿个三个角色拿来，要气的这样，那做主赛们一路眼睛要对齐，大同年的嘛，你点么是讲，大同嘛也身体也30的。眼睛一直张开，一直闭上，那种强烈、延年不息啊！其他为从3代是其他时代双方差不多，随着最少些。你拍张照片呢，就一口就晓得，这个是啥个事？那其他呢，扮啥个角色人家看不出，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特长。一部书，那么自家呢，还写出来几部书，翻马记啊，胡文水啊，13妹啊，有一个是朋友送给我，来去唱歌，阿来是蛮好，所以这个33岁我还有主要的翻马记，那么办几乎码头。一般几乎没得了，不是说一进到了上海，要出码头去堆。现在那个嘛，半个一张码头啊，半个一张码头，要在这下子嘛，可以轮流1年4季还长，长季还长。邢瑞亭的经历是曲折的，却也是幸运的。每一次面临困境时，他都可以顺利的摆脱。其实，与其说是幸运，不如说在评弹界几10年的摸爬滚打，早已领会了进退之道。除了评弹，邢瑞亭最喜欢的要算是体育了，因为只有在运动中，他才能暂时缓解生活的压力，卸下肩上的包袱，找回真正的自己。然后平台的过程当中呢，还有时间，空余时间。空余时间嘛，欢喜运动，踢足球顶高兴。所以你光运动的辰光，有一个足球会，梁先生、江主任呢，丁欢喜，你是会长。那么一起去比赛，比赛赢子哈，搿篮球赢子下来也连7-3等的，请我。为一个游泳就是当眼外先生，会游泳嘛又是不在乎的。刚了学游泳，那身上好发起。那么我一趟脱水的，那么眼睛不能糊涂。糊涂之后忙就身上下去了，那眼睛清爽了，忙往这不下去。那么早了，哦哟，回去吃上一口书的。打篮球也欢喜的，就是现在个这样，李多花有一个篮球场，一个篮球房里打篮球，打篮球比较吃力，那么对于你不大相应，稍后呢要用水去碰了。碰侬这卡子头脱之后，皮包衣子不能戴了，不能戴是不好意思了。是，有7大人开队啊！立起打上来，在大土堂上向，大人在上，老范立起开一队。妹妹家不行，我上的轨道。呼兄，摆动我身体的来这一阵，啥个意思呢？人人都来人讲，谁那个队做你支付够当的，我分手那个自家心里想还够的，所以现在人重新受一道正，爷爷负责开始，考不事体。
还要他的刚刚明白。啊，立即是相妹妹春花一爱，本来有句生理清楚，相妹乃是有望的。今日的当当，使反儿回家，好好儿为主家乡去啊！姥姥听得清清爽爽，事情农民嘛，现在个富代之方可以回出去，那么手卡都百姓后头人，都是青似水，明水见地，千匹大神回去吧。姥姥写字出来，为什么回出去？立即将我现在为他捎过去，为州自家办人权，马队吃，几乎漏得了。湖来释放废人，身负纷纷，我哪还走去？手里我想尽办法，能够回到自家家乡。屋里向不是一样都不少，但是我一生儿女不在，独出独进一个人，这个人倒是那样子。所以姥姥想那是自家一生儿女，我只要在听过过来了，那么还可以共度光阴。想那是自家儿子两到爱了。邢瑞亭有5个孩子，倒有3个跟着他学评弹。聊起子女们的事，邢瑞亭的话较之刚才多了很多。虽说在子女的眼中，父亲更像是个严师，而非慈父，但是从邢瑞亭的话中，你不难发现这位严师的背后也有慈父的一面。这改平台啦，是一些各种方法不同。像你的老先生的办法呢，不是老先生来当来对面对来干呢，不是。书上里我来演出，你到了下头听，那先生就规章了，那不能够去讲上啊，不能够去开小差。我先生了台上说，我这个一句话说出来，乃是个分听着。一个秋子对我来展示到个啥地方，只有一个句话来，那是不能够荒废掉的。荒废掉来自家身上，你要收据的辰光是呢，从第一位像3项开始到结束，或者要100万书的嘞，要3个多月了。那如果这一头分听上，或者来听分听，那让讲上舞台，那么那分听上是要一个秋子大秋子对我来再10多个万事的，所以啦，先生告诉，不本来不想了，不本来去推闲辰光去瞎讲账个啥，去浪费时间。是我辣辣台上说，随时辣辣干的，哪怕动作、角色、眼风、这段点，侪有关角的地方。那么呢，所以推不下去。那么有一种人看那个自己干，那今朝我干了一段啥么子？干不了几乎辰光，半个钟头么子了。但是书上一听是为主要的。想通啊，还是都听说好，比之先生干呢还好。台上向是说谁老干，所以各个方法不同。
你是俺干，你是俺干。那么我的这两先生们跟我听书，跟我听，我到上座里头跟我一起去。于是呢一想，我好比啥？投资现在我分好，现在不再说法门，更加要高兴。所以我呀，轻轻讲，请你手打凳子上下，自家那里整一整白忙，我双膝跪下。我身上，大人多少巨大是我门里头嘞，那么带点哈起来，那个农村子人家，所以眼睛耳朵也有举止我嘞，哎呀大人，你不要弄错了神呐！哪会的弄错你？不要社会弄错他们牙都是为了弄错他了嘿。那么那么清清爽爽是我的呀，那么讲你在的啊对。邢瑞亭教学生的方法，在现在看来也许有些过时了，可就是这看似陈旧的方法，教出了当今评韩界3位响当当的人物：邢文之、邢彦春、邢彦之。听过邢瑞亭书的人，一定会认为他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。而见过邢瑞亭的人，又会认为他是个不善言辞之人。可是，在儿子邢彦春的眼中，父亲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。我父亲呢，你是一个温柔的人，从小到大，从来不骂过我。那么，平常光不啥闲话。那么但是呢，你对于这个事业浪向事体啊，你蛮重视的。比方说，你搿辰光辣上最头演出了手，你经常也关心那个业务，假使那个叫老屋里不肯出气了，不肯喊叫识书了，或者台浪向么笼罩包了，你就要不开心。不开心呢，你也不识呢，你个张面孔不活络。所以从小到大一直到现在，我看见亚中的破，我所以不骂呢，不看呢，那么
你自家对于搿个工作浪向事体啊，蛮认真的。年纪现在讲80几岁，你为了拿以前适合的剧本啊，为了整理出来。你个记性不是难定哈，你其他事体侪也忘记脱了，但是你个师傅还忘记，一句闲话不还忘记，那一句一字一句侪要写下来的。那么听见说，你譬如讲有场包，因为我的妹妹么是说，一个是说杨乃武，还有一个么是跟你要好的翻马机，翻马机么呢，伊这个脚本也是在出海的。那么听见说你要想。这两位三三龙龙不相像，做心得有少，因为翻马机啊，还杨乃武啊，还你像客户数比较多。那么三三呢，上加三下，那么有一种上啊，还演出的。搿趟你最近到香港去一趟演出，香港等你去挂块牌子出来，说你要收一位三三的。那么哎呀，记者，你脚本也没了海。那么马上就等你要讲，那理要我的真理为派你去，我要等来讲解释，讲啥个？这个书里讲么啥个人跟得高，闲话搿辰光顶头，哎，而且你写个本子，写个字，你文化并不干，那写字蛮好，毕恭毕敬，哎，上坡都别看不出我家失错，所以啊，你对于我讲起来呢，你那各方面对我教育蛮深，所以我。有种地方像你好，我也欢喜写么子，哎，我也欢喜写么子，因为你文化不改，但是你欢喜写，哎，适合我书一句句写下来，那么我有时了嘛，就整理出版子，杨乃武三把菜，我整理出版子，我他先生是运输的三三，搿可能还是一点遗传，或者说是我父亲对我的影响，对于搿个文字浪向，我也像我父亲一样，往往。一个字在欢喜记录下来。因为然，生是为娇儿红着不下。我在梦。在这个农田教不出，那啥地方，你也晓得不晓得？儿啊，你家姐姐贵子他在于后去啊？对对，你本姐姐么？啊！哎呀妈呀，这样老理想问，我可不能脱个眼睛我要地上踩不起来嘛，等子里向人举手的。
邢瑞亭是徐云志的学生，属于亭字辈。同门师兄弟用的都是亭台楼榭中的亭，唯独邢瑞亭用了家庭这个亭，因为他认为亭子的亭只有一个角，不如家庭的亭来得稳定。的确，家庭的稳定无疑是邢瑞亭背后最强大的支柱，而这一切都多亏了家中的那位贤内助。平常嘛，里就是欢喜蹲辣屋里嘛，我们呢，譬如有肝小病的，还有心脏病的，那么也到底肝小，那么我是3次生病啊，3顿肝腔病理哎。我们蹲辣屋里嘛，就是过2顿饭食，对那个医药方面嘛，总归发特别不离吃，那么营养，那么你2个3个呢，人们想成介，你都香港各地，比方说是在香新加坡州了，或者这个加拿大河了，总归买点补品啊，买点衣裳啊，尤其是你营养子，搿是样样关心的。所以你寻肉蹲辣我上他个3个地方呢，就是为只要照顾你的生活。搿外头出去阿婆呢，晓得高兴啊，或者到东山3吃么子，喏娘要我只夹发下个，你都吃饱，侪是哩，搿是天地良心。我总归蛮喏，对于你2个人来个生活呢，也蛮满足的。12个年6，我家里翻出去毛么子在，12年6在，搬4年前头有事体，拐上一杆，送医院，骨头也拐头，那么，医药费6千块。台湾4日天，侪是你自己分担的，你都对爷娘是真个天地良心。我所以我也辣来觉得也蛮幸福。年过80的邢瑞亭身体还颇为健康，闲时还是喜欢与老伴儿一起听听评弹，聊聊评弹，有时也会写上几个评弹段子。毕竟评弹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预祝邢瑞亭身体健康，也希望他能为后辈留下更多更好的评弹作品。